鄉雅居樂新推咗一個全新嘅1/4別墅哦，位於豪居呢一邊嘅。呢邊咧可以見到業主重新裝修咗，咁我哋呢個花園咧抬高咗啦，差唔多40方嘅一個花園哦。呢邊就整咗一個棚俾你後期可以飲茶都冇問題。咁我哋入嚟欣賞一下啦。呢個別墅嘅一個裝修風格係一個田園休閒風哦。咁廳個開間啦都接近4米幾嘅，利用咗側花園改造咗啦。呢度咧就係佢改造嘅一個長者房啦，衣櫃呢啲通通安排到位。咁我哋仲有一個空間隱藏空間，呢度咧就係一個公共洗手間嚟嘅。呢邊咧就係一個廚房個位置加埋一個餐廳嘅，佢係整咗一個 L 型嘅一個廚房加埋一個比較大嘅窗嘅哦。咁呢個別墅佢其實實用面積咧都係非常之大哦。2樓咧係整咗2間客房一個廁所嘅，都係全新裝修，裝埋冷氣俾你。咁我哋跟住鏡頭嘅話上翻3樓睇下啦。3樓就係主人房一個專屬嘅套間設計啦，洗手間咧整咗乾濕分離，仲安排咗一個浴缸哦，而且衣櫃呢啲都係訂製嘅。咁出到出邊咧，佢有贈送嘅一個私家露台哦，大概咧有15個方度。呢邊望翻出去咧就係比較開揚嘅，雖然係近路邊咯。咁可以見到業主呢度咧都係全部換咗一個門窗嘅，全新裝修嘅一個雅居樂嘅1/4別墅哦，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改造個空間咧非常之實用嘅，總價只賣188萬。想了解呢個別墅或者想睇嘅話，隨時聯絡翻小林帶你睇下啦。